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5月18日，經文民數記24章9至25節。巴蘭3次為以色列祝福嘅舉動，使巴勒勃然大怒，並命令巴蘭返屋企。巴蘭則預言將來要發生嘅事：一顆星將從雅各家升起，一位君王將從以色列興起，並毀滅摩押同埋以東。接住，巴蘭預言亞瑪力人、基利人等周圍民族嘅未來，然後離開。確實，巴蘭嘅預言喺往後應驗咗。無可否認，歷世歷代以來，忠言逆耳係司空見慣嘅事情，但係對我哋基督徒而言，面對他人對自己嘅批評，除咗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外，仲要求問上帝，呢個係咪嚟自上帝嘅責備？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，為神奧秘事的管家。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們論斷，或被別人論斷，我都以為極小的事，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。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，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，但判斷我的乃是主。哥林多前書4章1至4節。阿們。